奉告以及6點半新聞報導即將復映。從此之後，拉叔唔淨止夏天中意食雪糕，仲成日食添。街坊鄰里本來樂也融融，邋遢小鬼卻乘機搗亂，衝破衛生防護罩。陽光都市，星期一晚7點。護理專業多元化，服務社群顯愛心。醫院管理局現正招聘註冊護士同護士學生，查詢請電80563333。世界让我們成長，也讓我們改變。我盼望能夠與你飛向藍天。Oh yes， 距離再遠，真情不變。Oh yes， 不講中華航空公司。而家有個勁爆消息爆俾你聽，歡樂天地加添好多新遊戲，全部都勁到爆燈㗎。Yeah， 全新獎品多到爆晒棚。你夠勁就隨便攞啦！即刻就嚟歡樂天地，勁爆就勁爆啊！我成日都肚痛啊，可能我食嘢食得多得滯啊。蚊咬啊，頭暈嗰陣時咧，有啲涼涼地嘅感覺，咁又冇事。我中意而家個味多啲，清幽一隻典雅咯。清香白花油有清幽同典雅兩種香味。喺醫療護理嘅過程裏邊，病人同醫護人員嘅關係非常之密切。要治療得到更大嘅成效，我哋一定同醫護人員互相衷誠咁合作，而且仲要知道自己嘅權利同埋責任。有關病人約章嘅小冊子，可向各公立醫院同診所索取。咁燦爛嘅花咧，就叫做好孩子之花，佢係代表咗咧所有兒童同埋港台製作嘅兒童節目繼續成長，有更美滿嘅將來嘅。好啦，咁各位睇到香港電台同市政局以及東華三院合辦嘅夏日同樂嘉年華，琴日正式展開，當中包括綜合表演，邀請到一班曾經為香港電台兒童節目演出嘅小朋友同埋大朋友參加。柏林周記啊嗰啲啊，柏林周記孩子天咧，孩子天好過癮。哇！而家 Harry 哥哥咧已經喺柏林仔同埋 Cam 仔咧兩個架底嗰度咧變咗好多唔同嘅花出嚟咯喎。係啦，點解可以變到嘅咧？世界已換了季節吧，遠看雪樹鋪滿了鮮花，再次讚美有情人可相愛，你可以我可以不分開，請將傷心扮上放在路旁。細個就睇啦，睇小時候啊，小時候啊，繽紛的宇宙啊，好睇啊！不如你又唱兩句啦，不如你唱兩句啦。小小的宇宙，哇，唔錯喎！繽紛的宇不如宙。全場俾啲鼓勵嘅掌聲佢啦，佢唔係歌星，你唱得咁好。我過去如何被父母親寵壞，今天我盡忘了，怎麼懂得察覺，但美麗時候為何忘掉了？而家啲小朋友咧做得好
好自然啊，所以我啲小朋友都好中意睇你哋嘅節目咯。哦，咁你啲仔仔女女睇啲咩節目多啊？珊珊啊，你中意睇咩節目㗎？柏林周記啊，哦，柏林周記，咁柏林應該會出現嘅，再會。咁你咧，妹妹中意睇邊個節目啊？叉燒食。爸爸媽媽在家梳化正中傾下講下，紅着面學習飛機擦角落啊，好哥哥我再試下，看看以前遠的這家。港台啲兒童節目有咩地方可以改善嘅咧？我自己就有啲有睇，有啲咧就冇睇，但係我覺得我睇咗嗰啲咧，樣樣都非常之開心，同埋咧我有個小朋友嘅4歲嘅，咁佢好多嘢都睇嘅，佢睇親我就睇㗎啦。說聲我愛你，別讓雨狠狠拆破我的心，眼淚藏心底，不讓人看見我為你哭泣。再說聲我愛你，只希望一生一世一個你，給予我的夢，給予我的心。我愛你。香港電台做得更好，將我哋兒童嘅信息發揮得更加完美。我喺呢度盼望香港電台絕對做得到嘅，好唔好？失去了你，有你的天堂到底在哪裡？渴望的心。一曲學生歌之後，綜合表演就喺歡樂聲中結束。夏日同樂嘉年華，香港電台一向以嚟都為小朋友打票，喺呢個年代開始，全力構製兒童節目，創造家傳戶曉嘅人物。多謝祝你。另外，夏日同樂嘉年華仲有一個香港電台兒童節目巡禮圖片展覽，同埋放映《四海一家好孩子之花》電影，歡迎大家到科學館參觀。佢要借平安，花兩蛇仔好難講。海關要員探捉我法，肆無忌憚，串通毒販，廉政先鋒深入調查，抽絲剝繭，誓要將佢繩之於法。今晚10.1，廉政行動1994。買樓送名車，冇錯啦，因為你買嘅係加拿大百福軒。百福軒坐落溫哥華風景區，交通方便，令你同你家人嘅生活更寫意、更豪華、更完善。無論係移民度假都係上之選，仲免 GST 同埋 PPT 稅添。由8月5號起，首30位買家每人共送95年佳士拿名車1部，送完即止。詳情請電3321000或親臨百福軒展銷會查詢啦。一手屋時，一手車時，盡在此時。呢個假期，終於見到爸爸所講好嚴肅嘅爺爺。無論我去到哪方，始終真心不變樣。在天邊，在海角，我盼望有你同步往。呢個假期，我永遠都會好懷念，始終係維他奶。今晚有咩飯好？有新科技保鮮包裝嘅澳洲雙人發達米王，就煮咩飯都咁好食啊！佢米質綿韌，煮出嚟嘅海南雞飯香軟滑流，煲個色靚粥又綿又滑。整日本壽司又夠晒清香煙韌，仲有上海菜飯、煲仔飯、印度黃飯、鴛鴦飯。所以我幾時都話㗎，有澳洲雙人發達，煮咩都咁好食。健康肌膚需要細心呵護，健康眼睛更要特別照顧。所以，莊生創製 Acuvue 拋棄型隱形眼鏡，每日清洗，每2星期更換，避免刺激物喺表面積聚。Acuvue 氧氣流量極高，讓雙眼更健康呼吸，更舒適。Acuvue 健康眼睛，舒
舒適享受。牛奶公司甜筒，你嘅夢中甜筒。無論你先學澳洲、美國、加拿大、英國、法國、瑞士或者紐西蘭，大地海外升學服務中心有着龐大嘅國際院校網絡，多年來為香港人提供可靠、快捷嘅升學服務。大地海外升學服務中心專業嘅精神，為你提供更多及更嚴格嘅選擇。我成日都肚痛啊，可能我食嘢食得多得滯啊，蚊咬啊，頭暈嗰陣時咧有啲涼涼地嘅感覺，咁又冇事。我中意而家個味多啲，清幽一隻典雅咯。清香白花油有清幽同典雅兩種香味。護理專業多元化，服務社群顯愛心。醫院管理局現正招聘註冊護士同護士學生，查詢請電80563333。俾面俾大面，為他一出邊個都仰望。假一轉身佢夠爽，邊位阿姐阿哥全部無法擋，沒法擋，個個靠近佢，有佢有樂趣，你邊個都俾面佢，為他一出怎抵擋？佢一出現，邊個都要俾面。維他檸檬茶。明珠台今晚8點半60分鐘時事雜誌，9點半明珠猛片播不完，9點9明珠首映8月巨片《反斗神鷹》。瑞士宇宙錶標準時間而家係下午6點29分。無線電視翡翠台。青山公路冧山泥，造成1死17傷。深圳今朝落大雨，當局要再排洪。一股超級颱風正逼近台灣。